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前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咱台湾以特使身份参加教宗彭济各的丧礼。伊嘛接受公视的专访，伊讲伊希望彭济各去做善了后，会当保庇咱台湾，互台湾甲梵蒂冈的关系会当愈来愈好。而且嘛讲会把握即个机会，争取甲其他的国家有好的互动。伊嘛望讲，刷落来总统赖清德会当亲身去参加新的教宗的就职典礼。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台湾的特使，参加教宗方济各的告别式。25到罗马，陈建仁讲，伊代表台湾的政府甲人民对教宗方济各致上上悬的敬意甲哀悼，祈祷教宗早入天堂。世事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泯灭哈，而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从世俗的生命转到灵性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啊，很多的像教宗啊这样虔诚的神职人员都希望早一点回归主怀都有这样的盼望。那我觉得我们来也要帮他念玫瑰经。陈建仁甲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最近去圣伯多禄大教堂瞻仰教宗方济各的遗容。方济各的告别式会伫罗马当地时间26早起10点，台湾时间今仔日下昼4点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会参加。陈建仁讲会争取机会甲相关国家互动。理念相同国家都有很好的互动，所以有机会碰到我当然一定把握机会跟他们好好聊一聊，即使个3言2语，我相信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来增进友好关系的一个做法。陈建仁讲到，伊甲教宗的姻缘有经过6遍，印象上深的是2016年代表前总统蔡英文参加德丽莎封圣典礼，第一遍见到教宗。迄当阵，伊希望教宗为台湾祈祷，方济各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罪人，请为我祈祷。”展现教宗的谦卑。陈建仁也讲，相信伫咧新教宗的领导下，台湾甲教廷83年的邦谊会有好的发展。我们现在天天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来代表我们台湾来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典礼。我们也为新教宗来祈祷，希望我们的新教宗也是跟方济各教宗一样，是一个开明的愿意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也有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因他获胜。特使团也去朝略小会做弥撒。陈建仁讲，全世界天主教徒拢祈祷新教宗共管是积极推展普世价值的民主人权甲宗教自由，和梵蒂冈成做世界典范。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咱要来看国民党因为不满最近去互调查人数造假的争议，今仔日下晡因会去凯道游行抗议。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讲伊会参加。不过，民进党是认为讲，立法院内部的规定，院长都要保持中立，批评韩国瑜失职，无再调做立法院长。国民党号召民众一日上凯道定调反立强、战独裁。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这不是单纯祷告，是倒来。针对因下夜清洁党部被搜查，连100多位的公文拢被收走，批评司法完全禁止办拿无办理。今天真的是民主的黑牢，想把黄旅关进去，是北检的决心，也是赖清德今天来追杀在野党一定要达到的目的。全台大羁押，我相信他用这样一个司法手段是压不住人心，压不住民主，压不住人民的怒吼。国民党强调，已经有至少5万人报名。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罗秀贤等国民党籍地方首长，甚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要参加。立法院长韩国瑜自个也表态，也要参加。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发出大家正义的吼声。我在这里以立法院院长身份要呼吁，希望全台湾所有检调人员能够保有高贵的灵魂，不要沦为政治的打手。立法院大家一起携手合作，能够解决悬在台湾人民头上这3把刀：关税刀、军演刀跟罢免刀。任何的伪造文书，任何的死亡联署，难道不该办吗？到凯道去的时候，所有的行为，政治上的行为也都必须要面对。不管你是院长，
或者是你是党主席，或者你是市长、你是县长，到了现场不要做出伤害国家、伤害人民的行为。民进党批评关税甲捐献的部分，立法院长应该维持技术中立，互特别预算甲个人法案赶紧通过。大罢免部分应该尊重人民权利，不应该支持违法造假。那也是表示立法院长是伫技术主持爱中立，无代表不用参加政党的活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5月份就会开始扣囤房税2.0。财政部讲，考虑今年是新制度实施的头一年，而且家己住的厝有增订爱徛户口的这个条件。目前还佫有91万户还未徛户口，所以甲期限延长到6月初2，请民众都要把握时间办户口的登记，还佫有纳税。来看中国时报，大经院预估，咱国今年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91%，甲今年1月份预估的来比，减的幅度有甲0.51%。大经院表示，会降低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需会减弱，民间的投资甲消费的意愿嘛会减少。今年的经济是呈现头前悬了后落价的走势。过来看联合报，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网络，即嘛是已经真四常。不过因为无够注重所谓卡价的问题，致使身份去互偷用、互骚扰，甚至是去互诈骗的情形。根据家父基金会发布的资料，有超过8成的儿童青少年伫网络顶咧活动，不过有一半以上的唔知影隐私设定伫咧倒位，呼吁家长都要重视所谓卡价的问题。继续咱要来看，伫高雄有一间托婴中心，之前因为虐待囡仔去互废除伊的证照，不过即马伊煞是用因翁的名各开一间新的，而且同款会甲囡仔苦毒。目前知影讲已经有8个囡仔受害。即马社会局已经下令这间托婴中心都要停业，因为这个负责人甲2个苦毒囡仔的义母，先后是以1万至4万交保，而且30年来袂当搁共顾囡仔。社会局人员来到高雄南马溪这间托婴中心稽查，各有家长是紧走来要甲囡仔带走。是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啊？刚刚，就先把小孩接走，对，先接走，然后把东西都东西都会取回啦，我们这边的东西都会取回，然后就会退脱。家长接到社会局通知，讲伫透天厝1楼、2楼的这间托婴中心，有8个囡仔拿手红球胎。本来就是把门应该打开，直接用关的，然后还有出炉的刀，就是像玩具这样甩来甩去这样打巴掌。有家长表示，负责照顾囡仔的姓杨的查某人，较早是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因为虐待囡仔，另母的证照互废掉，伊就偷用别人的证照继续来照顾囡仔。伫同款这个所在，用因翁的名做负责人。若托婴中心是改名重开，今年2月，伊和另外一个另母涉嫌甲囡仔灌牛奶、内急副食品者，甚至是肾碎配。时间也久了哈，所以说有些伤势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市府讲，苏当时核准这个托婴中心立案的时阵，就知影新的负责人和姓杨的查某人是翁仔某。可以不允许他吗？哦，那中央回复我们说，如果没有不适当的这个身份，确实还是要符合，还是要核准他。那也因为我们的担心，我们才会加强稽查。市府讲，因无定期稽查几若届，常常拄着托婴中心无开门，或者是姓杨的查某人挑工要闪，稽查人员无法度发现状况。若2月已经下令托婴中心停业，嘛协助其他的囡仔去别位所在。姓杨的查某人除了刑事责任甲裁罚，嘛互要求未来30年袂使阁受囡仔照顾。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当地2时的时阵，是又搁去轰炸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严重的伤亡。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普丁都要打动啊，不过伊搁讲，罗西亚若是要停战，而且无占领规个乌克兰，这就是真大让步。也那川普的特使已经去到莫斯科，而且会甲普丁来讨论和平的协议。警察人员伫厝下队内底找找个活的人，边有受害者的家属着急等待消息。俄罗斯当地2时用70粒的飞弹、145架的无人机，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至少12人死亡，90个人受伤。甚至有乌克兰军方人士发现，其中一粒拍到徛在大楼的是北韩生产的KN-23弹道飞弹。
对于俄军的攻势，单日协议双方做和平协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真不满，伫家己的媒体平台正式社群发文，真生气要求普廷自首。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川普指出，这场攻势真正无必要，时机嘛真歹，要求俄罗斯转去到谈判桌，也毋过嘛替俄罗斯讲话，讲俄罗斯已经让步真济。What concessions has Russia offered up thus far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re closer to peace? Stopping the war, stopping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Pretty big concession. 川普表示，已经对俄罗斯施加真大压力，现在嘛有一个上尾后的期限，毋望双方赶紧签和平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二日接受美国媒体 CBS 访问的时阵，强调已经准备好甲乌克兰达成协议，也毋过有一寡冲突的条件需要协调。We are ready to reach a deal,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pecific points, elements of this deal which need to be fine-tuned. We only target military goals or civilian sites used by the military. 这冲突的条件就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问题。暂时美国提出的和平请假是要求乌克兰牺牲领土，和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等等大部分占领地区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是1954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甲当当时由俄国管理的克里米亚半岛维护乌克兰，因为当当时两个所在拢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只是简单的行政区调整，来纪念莫斯科甲基辅统一满300周年。而1991年前苏联解体，这半岛就成做乌克兰的一部分。2013年到2014年之间，乌克兰的国内动乱，亲近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落台，普廷就用协作理由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伫2014年3月18违法并吞。国际上只有北韩甲苏丹才国家生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侪届强调，未放弃克里米亚的主权，嘛互俄俄的和平协议一直敲袂好。实际上，伫川普头一个任期时阵，美国嘛白表示，永远袂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国际新闻台是童朋友。继续，咱要来看人工智慧的机器人 DeepSeek。美国指控 DeepSeek 无经过用户的同意，就甲个资转予中国政府相关的机构。联邦众议院是已经正式发函，要求中国业者都要说明，而且限期改善。也那韩国人士嘛提出类似的指控。中国一个听到是随吊起来，赶紧出来赔回。 당초 딥시크는 개인정보를 중국 및 미국 소재의 회사로 이전하면서 서비스 개시 시점에 이용자로부터 국외 이전에 대한 동의를 받거나 처리 방침에 공개하지 않고 있었습니다.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国资保护委员会调查发现，讲 DeepSeek 伫无事先通知的状况之下，甲用户的各种资料，包括伫开讲机器人输入的文字在内，拢转予3间中国企业和1间美国公司，包括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另外还有火山延景科技等等。另外嘛，无过24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囡仔有可能去看到这有害的内容。 中国这边的反应，除了业者讲所这资料是为了提升软体的安全和便利性，中国政府是伫2月的时阵，韩国宣布禁用 DeepSeek， 和这摆防指控盗窃国资，因伫2摆拢发表内容完全相同的声明，完全拢无新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法形式采集或存储数据。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就伫韩国政府公开指控业者盗窃国资料后无偌久，美国联邦众议院嘛有动作啊。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指出讲，中国业者已经承认甲美国使用者的资料，拢收藏伫中国境内的伺服器。委员会认为讲，这会互中国党政军机构会当凊彩就摕到美国使用者的国资。委员会已经正式发函予 DeepSeek 公司，要求因伫5月初8之前，详细说明要安怎运用使用者的国资来训练业者的人工智慧模型。另外嘛，解说中国官方是安怎摕到这国资的。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讲到美国要扣对等关税的代志，中国的代表23伫咧联合国安理会批评美国的关税战是霸凌的行为。去互美国的代表吴婷用华语甲批评讲，中国根本是讲一套做一套，而且头一届伫咧安理会讲中国乱输解说联合国第2500号的决议，要来孤立台湾。
美国甲中国伫关税战互相拼场，中国自三伫联合国安理会指控美国利用关税政策甲全球霸凌的行为。美国的代表欧定嘛大力反击。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no more. President Trump is resetting the trade environment so that China can no longer take advantage. 欧定唔但用华语来反击，还佫讲到中国伫南海扩大的行为，而且嘛头一届伫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中国乌白使用2500号的决议。We underline China's misuse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its attempts to isolate Taiwan, mischaracterize other countries' policies, and constrain their choices. This resolution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multilateral fora. 外交部感谢美国支持台湾争取国际参与。学者表示，虽然川普的不确定性真悬，不过伊的团队为国务院甚至是联合国系统，拢会当看出伊有咧增加挺台湾的力头。滥用2758号决议，这也是中国胁迫行为的其中一项。用这一个决议案来宣称拥有台湾的主权，以及宣称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那美国一直长期以来都是没有承认所谓一中原则的，同时也是要警告中国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胡闹下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伊伫人民册普文，讲25已经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见面，讨论台美坚定的承诺，强调会持续拍拼，互台湾甲美国拢变甲更加安全、更加有力量、更加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国配偶要交失去中国户口证明的这件代志，互海基会业务量是大大增加。海基会强调讲，若是提出证明甲延长等等有问题，拢会当来问，海基会嘛会斗相共。另外，根据陆委会上新的统计，目前有82个台湾人去中国了后，全失去联络，或者是去互关押掉咧。海基会嘛证实，去年11月份至12月，有2个人去中国，到今是还拢找无人。82名国人赴中国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遭限制人身自由，与前次相比增加了7个人。民众甲中国失去联络，互留伫闸门，甚至关押案件一直发生。陆委会上新统计，82人失联也是互关押，新增加7个人内底有2个人到即阵也是失去联络。海基会讲，2个个案家属拢有要求合作。我们也有登录在案，也有做协助，来澄清，希望有机会协助日期，分别今年的1月跟2月。那他们失踪的日期大概都在去年11月和12月这个时间。海基会也整理出7种民众到中国人身安全风险类型，包含涉及对话、国安罪名、牵涉诈骗、甲刑事案件、宗教活动等。其中以涉嫌诈骗被拘留占的比率是较侪。提醒民众到中港有爱注意安全，也鼓励上网登录。也内政部移民署要求伫台湾中国回家离台补缴送习原籍证明，若无用拄好。陆文家讲，这2礼拜要求援助的业务量大大增加。服务柜台增加量大概30%几。我们电话总机的询问的增加量更多，有130几，在第1个礼拜。那询问都是因为接到这个通知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海基会讲，若是无符合quy格，延长情况，也是准备办理注销中国户籍的人，拢会使向海基会寻求协助。另外，也统计出第4月7日到2月，大约500外件来海基会办理放弃兑换户籍的文书验证。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高雄的小港机场敢要开放多元客运车的这个问题，即马有机会伫咧5月份会解决。有立委伫咧人民册讲，民航局已经有答应要开放多元客运车入去机场载人客，未来民众毋免阁拖行李行远路，会当省时间嘛省气力。因为人客找无所在，行李阁济，但是高雄国际机场无开放多元计程车入去载客，司机只好行入去找人客斗3工塞行李出机场。高雄机场目前敢若开放白班计程车会当载客，虽往去年底高雄市交通局伫机场对面规划多元计程车的停单区，不过大约有500公尺远，民众若是拖一堆行李，都爱行这么远。民众讲，政府这款规定实在真不合理，很不方便，不便民，一直不友善的啦。希望可以赶快开放。他要来载我们，可是这样走很远的路，真的很不方便。
真侪民众建议开放多元计程车入去高雄机场载客，即卖可能有希望会当实现。立委林俊宪20时暗时伫面册答问讲，民航局已经答应修改20年的规定，要开放多元计程车，也是预定的计程车空车入去载客。这个消息，可真侪稳将听一个目睭拢紧起来。局长有答应啊，局长讲按照道理啊，伊讲伊要把这个部分改来，就是讲你若是Uber还是叫车会当伫政策条内底啦，他不能揽客，他必须看讲啊，我这是人叫车的。我台南机场也都进去，一下子都没有问题啊，嘿啊，就是客人出来了，我们通知我们就开进去，接着就走了，不会有警察来威胁说要开单，或者是一些排班计程车会来刁难你什么。听到的另外一种的讲法是讲，民航局伊开放咱客停车、空车你去内底，但是你去内底。比如讲，你会当停车，你会当去便所。虽然民航局长有答应开放，不过高雄国际机场表示，目前也佫需要等待5月份的公听会开刷，收集各界意见了后，才知影刷落来安怎做。开放也无时间表。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有一种极限的运动叫做 trekking， 这是结合武术也佫有体操的运动，而且这种运动无一定的规则，会当伫空中咧变的时阵，自由转换各种的角度。今嘛，咱台湾有人跳 trekking 的表演，真做9,000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甚至也佫运用伫咧特技的动作内底。公司台记台青出咱的梦，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trekking 水开的动作，也佫有独有的特色。起跳不能往内捞，对，然后脚尖对，再翻多一点，右脚踩进去再翻多一点，不行。不行，那重心越来越后面，然后记得起跳不要蹲。在学校的运动场所，一群学生打完成热身。今仔日的运动教练真特别，伊是有1,000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吴奇燕，伊要来指导学生各种学变、学拍练斗的技巧。上课上到拍影片的部分，在学生是拢欢喜甲，气氛真热，嘛充满期待。因为我本身在做自媒体。对，所以我也希望透过网络影音的这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去可以发挥，不管是 trekking 还是极限武术都可以。再多了，肩膀再多了。trekking 是结合武术踢卡、体操拍练，甲分数拗弯的极限运动，透过自由转换拍练斗的技巧，会当加入去真侪种动态表演内底。亲像街舞甲跆拳道的自由拼射 ，trekking 会当互表演更加精彩，甚至伫戏剧的特技动作的场面，嘛会当发挥伊独有的特色。对，因为 trekking 有这侪华丽的动作，美国队长啊，对啊，漫威的电影啊，因其实有淡薄爱特技动作拢是有加入 trekking。表演者一个一个出场，展现真出球拍练斗的技巧，街舞溜达的动作，甲显目的特技，规场的表演，在台下的囡仔兄囡仔姐是看甲直看休。这场用心规划推广活动是受到真大的肯定。希望他们走向表演，走向专业，走向可以一起推广，让别人看见的表演的形式也好，或者跟我当从业一模一样，也从事我这个行业。挑战极限。在空中拍练斗，结合力头甲优美的动作，就亲像空中的艺术。网络的流量甲台下观众的扑克声，是这阵 trekker 因拍拼的动力。因大力跳起来，在空中水开灯射，追求因无限的梦想。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中部以北较会落大雨，甲暗内雨就会较少。明仔载暂时是会转较好天，而且气温嘛会回升。也毋过后日又阁会变天落雨。再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5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